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4章的27到31节，还有66到72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耶稣他说到他讲到一个过去的一个撒迦利亚书第13章7节说到的圣经讲到上帝要击杀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他说到这群门徒要离弃他，因为不管是过去的预言所说到的，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耶稣早就已经先知道了。但是我复活之后呢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。耶稣讲到他自己会被杀，但是他会从死里复活，他要比门徒们先到加利利去，在那个地方等他们。彼得在这个时候就回应说，即使别人离弃你，我也不离弃你。耶稣对彼得这么有自信的回应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2遍以前，你会3次不认我。这时候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彼得在这里他更坚决的说，即使我必须与你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在旁边的门徒们呢，也跟着彼得这样来回应。但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66到72节，我们就发现人真的是很软弱，人真的很有限，人有时候也其实没有那么认识自己。那时候彼得还留在下面的院子里，有大祭司的一个婢女走过来，他看见彼得正在烤火，就定睛看着他说，你也是跟拿撒勒人这个耶稣一伙的。这时候彼得马上否认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说着说着他就躲到另外一个院子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鸡叫了第1次，而这时候的耶稣呢，正在大祭司面前跟这群经学教师这些人，他们正在打他，正在凌辱他。而第2次呢，一会儿这个婢女又看见他，婢女这次是跟旁边人说，这个人是他们一伙的。他们是谁？就指的是耶稣一伙的人。彼得在这个时候又否认了。再过了一会儿，这些站在旁边的人呢，再次指着彼得说，你没有办法否认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，你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断的被指出来，他在这个时候就发毒誓说，我不认识你们所讲的那个人，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，上帝会惩罚我。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，鸡叫了第2遍，彼得想起来耶稣对他说的话，鸡叫2遍以前，你会3次不认我。彼得就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说得出来，但我们不一定做得到。我们这次做得到，不保证我们下一次做得到。人就是如此的软弱，需要主来帮助扶持。你愿意将你自己的软弱交给神吗？让神来带领我们。我们能够夸口，是夸口自己的软弱，好叫主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在这个受难周提醒我们，我们真是软弱，就像彼得一样，即使跟在主你的身边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是做不到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所说的。我们要求主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也帮助我们是靠主来得胜，而不是靠自己来得胜。主啊，也求主你加添我们信心。主啊，或者是在我们以为我们很有信心的时候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所行的来证明，来活出主你教导我们的。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彼得他所经历的，我们仿佛也被同理，因为我们是一样软弱的人。但是主，我们也看见彼得在未来日子中靠主得胜，甚至在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他成为那个站起来对很多人讲道的人，为主做见证的人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也能够在主的里面被带领，成为这样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